當你或者屋企人面對癌症，最需要嘅係一個更好嘅方案，同一個可以重燃希望嘅機會。深圳和正醫院為香港患者提供國際標準嘅腫瘤治療服務。我哋將 MDT 多學科聯合診療作為我哋嘅核心診療模式。你嘅治療方案唔再只由一位醫生決定，而係由腫瘤內科、外科、放療科、病理科等專家團隊共同制定，為你度身訂造最個人化嘅治療路徑。我哋配備全球領先嘅 Elekta Infinity 直線加速器，做到毫米級精準，清零腫瘤，同時保護健康組織。國際級 PET-CT 檢查，收費更只需香港嘅一半左右。作為港澳藥械通指定機構，我哋為你打通取得國際前沿藥物同器械嘅通道，治療方案與香港乃至全球同步，全程粵語服務，一人一房私密空間，讓你安心治療，感受家一般嘅溫暖。喺香港，係咪正為公立醫院嘅漫長輪候或私家醫院嘅高昂費用而彷徨？過多一條橋，換一個希望。和正醫院腫瘤中心，你抗癌路上最近最穩嘅一步。